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會成語歷史篇。大家試想像一下呢個畫面：你坐喺宴席上，周圍觥籌交錯，笑聲朗朗，但你突然發現自己不是客人，你是一塊肉，一塊已經擺喺砧板上任人宰割嘅肉。周圍嘅人係刀，係砧板。他們討論嘅不是你的感受，而係從哪裏下刀，切多厚，配什麼醬料。呢個唔係恐怖片，呢個係2000年前一場真實飯局上嘅絕望比喻。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，8個字道盡了多少失敗者嘅冷戰，弱者嘅窒息。今日我哋就走進這個成語背後嘅歷史現場，去看看那些被按在砧板上的人和那些舉刀的人。公元前206年，咸陽城外鴻門剛剛推翻秦朝嘅起義軍內部，兩個最強大嘅領袖項羽和劉邦走到了決裂邊緣。劉邦先一步進入咸陽，按約定應為關中王，但項羽手握40萬大軍，劉邦只有10萬。勢力懸殊下的和談本質係乜嘢？就係一場鴻門宴。項羽嘅謀士范增鐵了心要喺宴會上殺掉劉邦。宴席上，范增3次舉起玉佩，示意項羽動手，但係項羽沉默。范增急了，召來項莊進去敬酒，然後舞劍助興，找機會一劍封喉。於是項莊拔劍起舞，劍鋒一次次逼近劉邦。千鈞一髮之際，項羽嘅叔父項伯也拔劍起舞，用自己嘅身體擋住劉邦。這不是義氣，是因為他昨晚被劉邦結為親家，收買了。這就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嘅來歷。劉邦如坐針氈，佢借口上廁所，叫來手下樊噲商量。樊噲是個殺狗賣肉嘅粗人，卻說出了歷史上最形象嘅一句比喻：如今人方為刀俎，我為魚肉，何辭為？翻譯成大白話：現在人家係刀同埋砧板，咱們係魚和肉，還講什麼告辭啊？快啲跑啦！劉邦跑了，連夜從小路逃回軍營，連馬車都不敢坐。范增氣得摔碎玉斗，唉，這小子不值得共謀大事。奪項羽天下嘅人一定係劉邦。果然4年後，劉邦在垓下擊敗項羽。曾經握刀的人終成了別人的魚肉。鴻門宴告訴了我們什麼？刀俎和魚肉唔係固定嘅身份。當你唔強大嘅時候，你連上談判桌嘅資格都沒有，你只是桌上那盤菜。讓我們多看一個故事。時間來到公元975年，南京南唐嘅最後一位皇帝李煜，佢精於書法音律，詩詞是千古詞帝。但喺宋太祖趙匡胤眼裏，
佢係臥榻之側，喜容他人看眠看睡的那隻貓。宋軍攻破南京，李邑赤裸上身，牽着羊出城投降。宋朝封他為違命侯，一個充滿羞辱嘅稱號。從此他被押送到北宋的都城汴京，軟禁在一座小院裏。昔日一國之君，成為籠中嘅金絲雀。趙匡胤沒有殺他，因為活着羞辱比殺了更痛快。李邑每天活在恐懼和悔恨中，只能靠寫詞排解。佢作嘅《虞美人》：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呢首詩直白地表達了亡國之痛。宋太宗趙光義獨後大怒，賜下毒酒，獻姬藥。李邑死時四肢抽搐，蜷縮如蝦，年僅41歲。同學們，李邑不是昏君嗎？他確實耽於享樂，自覺無方。但這個故事更殘酷的真相是，當你的實力撐不起你嘅位置時，你的才華、你的尊嚴、你的生命都不屬於你。刀俎想什麼時候切就什麼時候切。第三個故事，時間來到1945年2月，蘇聯瓦爾塔，二戰接近尾聲。美國總統羅斯福、英國首相丘吉爾、蘇聯領袖斯大林三巨頭坐在宮殿裏討論戰後世界格局。他們決定了很多事：德國嘅分割、聯合國嘅成立、波蘭嘅邊界。但有一件事，他們討論時沒有通知當事人，那就是中國嘅利益。為了換取蘇聯出兵對日作戰，美國和英國秘密承諾維持外蒙古現狀，脫離中國。蘇聯恢復在旅順口和大連嘅租借權，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共管。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，卻沒有出席這場決定自己領土命運嘅會議。消息傳出，舉國譁然。1945年8月，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世傑被迫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簽字，據說雙手抖震。這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嘅現代版。哪怕你打贏了仗，只要你不夠強，你的地盤、你的利益還是可以在別人的餐桌上被隨意割讓。大家要知道，這不是弱者嘅過錯，這是叢林法則嘅殘酷。但這段歷史也催生了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信念。只有自己握刀，才能不做魚肉。講完呢三個故事，鴻門宴嘅劉邦、亡國嘅李邑、瓦爾塔嘅中國，你可能會問：難道世界永遠是這樣嗎？弱小就注定被欺負？答案是：歷史確實殘酷，但歷史也會流動。劉邦曾經是魚肉，後來成了握刀嘅人。中國曾經被列強瓜分，如今是世界舞台上重要嘅力量。變化靠什麼？靠覺醒，靠自強。人為刀俎
我為魚肉這句成語從來不是教我們認命，而是教我們看清事實。看清之後呢，你要接受被切，要麼拼命讓自己從魚肉長成大翅嘅魚，最終成為那個能保護自己和他人的人。這3個故事可以令我哋看清好多事情，其中之一就係讓你永遠不會成為那塊任人宰割的肉。學歷史是讓你看到刀俎是怎麼來，魚肉是怎麼輸的。學知識是讓你懂得如何鑄造自己嘅刀，如何加固自己嘅砧板。今天你可能被生活和工作壓力令你喘不過氣來，但明天你可以成為那個設計規則、守護公平、保護弱者嘅人。記住這句話嘅分量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，唔係你嘅宿命，係你嘅警示。願大家足夠強大、溫柔且有鋒芒。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分享視頻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